工業移動機器人的大腦先行者。先攻智能06106 HK IPO 深度價值剖析。在工業 4.0 與全球智能製造轉型的宏大背景下，上海先攻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A Robotics 以下簡稱先攻智能，此次赴港上市，不僅標誌住機器人大腦第一股的誕生，更為二級市場提供了一個稀缺的以底層控制技術為核心競爭力的機器人標的。作為一家依上市條例第18C章特專科技公司申請上市的先鋒企業，先攻智能憑借其自主研發的機器人控制器及數字化軟件系統，成功在高度碎片化的工業移動機器人 AMR 市場中開闢了一條標準化核心組件加賦能集成商的差異化路徑。從投資銀行視角觀察，先攻智能的投資價值在於其從買硬件向買大腦與買平台轉化的商業模式溢價。招股參數方面，先攻智能展現了極強的市場自信與資本吸引力。公司招股期為2026年6月15日至6月18日，每股招股價固定為101.60港元，跳過了傳統的價格區間定價，顯示出發行方與保薦人中金公司對國際配售熱度的底氣。每手交易單位為50股，入場費約為5131.24港元。公司已全球發售約1049.73萬股 H 股，集資淨額約10億港元，預計於6月24日正式掛牌。在基石投資者陣容上，先攻智能堪稱星光熠熠，成功引入了高瓴資本、Hora、元寶資本、三亞 Fund、嘉實基金、毅達資本及 Nova、Carry 等8名頂級基石投資者，夾計鎖定發售股份的近50%，這為上市初期的股價提供了堅實的信心支撐。此外，發行方案中明確設置了15%的超額配股權綠牌機制，為市場波動提供了必要的防禦性工具。先攻智能的經營模式是其最大的優勢所在，不同於大多數專注於整機銷售的機器人公司，先攻智能選擇了核心控制器加數字化系統的底層生態路徑。其自主研發的 SRC 系列控制器被譽為機器人的大腦，能夠賦能各類移動機器人實現高精度導航與任務調度。這種模式使其能夠規避整機市場的價格戰，通過賦能下游集成商與設備商，實現輕資產、高毛利的業務擴張。財務數據顯示，公司2025年收入達到4.42億元，毛利率穩定在47%以上，顯著高於行業平均水平，展現了強大的技術壁壘與盈利能力。然而，投資者亦需警惕其作為特專科技公司的潛在風險與缺點。首先是行業競爭加劇，隨住海康機器人、極致家等整機巨頭紛紛加強自研控制系統，先攻智能的大腦生意面臨被下游客戶垂直整合的風險。其次，公司目前仍處於研發投入的高峰期，淨利潤尚未實現全面扭虧為盈，且高度依賴全球製造業的資本開支期。最後，固定高價定價雖然展現了信心，但也壓縮了上市初期的估值套利空間。若市場情緒不及預期，股價可能面臨回調壓力。綜合評估，先攻智能是一家擁有極高技術護城河、頂級資方背書且處於黃金賽道的優質標的。其在18C章下的上市身份，賦予了其在港股市場的稀缺性。認購策略上，建議投資者取積極參與的策略，考慮到高瓴等基石投資者的強力鎖定以及綠牌機制的保護，首日防守性較強。長線投資者應重點關注其在半導體、新能源等高增長垂直行業的滲透率提升，以及其數字化軟件平台能否形成真正的生態連性，將其視為鞏固 AI 與自動化核心底層技術的長期投資。重要聲明：所有內容，包括本教學視頻，絕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或購買任何股票及金融產品的特定推薦意見及或不構成任何遊說或邀約。
以購買、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任何證券、期貨、期權或其他金融工具或其他產品。內容亦並非就任何個別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而編製。投資者不應指內容進行投資。本網站包含的所有內容、資訊並不針對任何特定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以及可能使用或接收該內容的特定人員的特定需求。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考慮各種金融產品的個別特點、個人的投資目標、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其他因素，並適當地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然後別忘記幫我的影片按讚。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快訂閱吧！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給我一個 like 和 share 一個哦，也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你的一個小小讚好，給了我一個大大的鼓勵，謝謝。下次見。